11月30日，广州突然宣布解封，而当日广州新增的感染病例居全国首位。此时解封让人难解当局的意图。11月29日，中国民间反封控抗争运动已进入了第5天，多地的民众持续在街头抗争。在广州，封控最严厉的地区之一珠海区，周二深夜再度爆发群体性抗争事件，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力镇压，使用催泪弹驱散民众，而且逮捕了很多人。仅仅10几个小时之后，广州珠海区却在30日下午突然宣布解封，随后多个区也相继跟进宣布解封。网友上传的视频显示，马路上到处都在拆除铁栅栏和围栏，但或许是居民对突然的解封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，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都寥寥无几。郑州、成都等多座城市同时解封，看似中共对过去几天爆发的全民抗议做出了让步姿态，但解封并不等于解放。在经过3天的沉默后，中共官媒终于开始对这场白纸革命做出了反应，将抗争定性为敌对势力的渗透，要求坚决打击。专家指出，一场新版的6·4镇压已经拉开了序幕。中共一方面紧锣密鼓的秘密约谈和拘捕抗议民众，并在公共场所部署大量警力，加强网络审查；另一方面严控大学生，以清华大学为首的多所大学从周二起让学生提前放假返乡回家，防止学生在校继续参与白纸运动的抗议活动，开启了史无前例的71天超长寒假，甚至特意发短信提醒学生在回乡路上拒绝外媒采访。同一时间，中国各地街头还出现了坦克和装甲车集结，外界担心中共下一步可能会进行大抓捕。11月29日，50名海外异议人士发表了公开信，呼吁中共军警保持清醒头脑，不要开枪镇压抗议者，避免6·4屠城悲剧重演。上海市普陀区和黄浦区接连发出了2份通知，要求居民储备不少于60天的防疫物资，并从即日起全面恢复疫情保卫战期间的防疫机制。同一天，美国驻华使领馆也提醒民众尽快准备14天的食物，而欧盟和德国在上海的领事馆则提醒本国公民准备21天的食物。由于该通知是在各地爆发要求解封的全民抗争之后发布的，因此引发了民间各种联想，推测当局要把白纸运动和防疫措施相结合，进一步控制民众。中国多个城市上周末爆发的反封控运动，也称白纸革命，对顽固坚持清零政策的中共党魁习近平构成了空前的挑战，并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广泛关注。40多位海外流亡的中国异议人士、民运领袖、学者和独立作家联合发出了告中国人民书致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、总理李克强和政协主席汪洋的公开信，紧急提出了10点呼吁，其中包括调查习近平初期掩盖中共病毒疫情，造成疫情全球泛滥的罪行，追究其渎职罪责；调查和问责各界党政官员执行习近平苛政恶法的行为，剥夺习近平违宪窃取的所有国家权利，追究其以军队挟持国家权力机关、颠覆国家政权的刑事责任等等。邀请各界人士举办国事会议，通过政治协商的办法与民众对话协商，谋求共识，共度时艰。这次抗议活动都说跟89年的形势有很大的不同，外国留学生平常也不关心政治，甚至给人的印象是留学生都是粉红。可是这次各地抗议者直接喊出了打倒共产党、习近平下台等口号，海外留学生都站出来围着各自所在的国家大使馆前，同样喊着不要独裁，要民主，打倒共产党、习近平下台等口号。现在的口号非常明确，胆子也非常大，比89年那帮学生的胆子还要大。他们直接喊出了让习近平下台、共产党下台这样的口号，这说明了现在人的觉悟，尤其是中青年人的觉悟，已经对共产党认识的越来越清楚了。这个可能就是习近平最大的障碍，他没有办法再忽悠老百姓了。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死了，其当政期间，中共的官场贪污腐败泛滥，社会贫富悬殊不断扩大，并迫害法轮功、异议人士等群体上访事件不断。其死后引发网民热议，直指他是个反人类罪犯。
江泽民在1989年踏着6·4学生的鲜血，爬到了中共总书记、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高位。其上台后，因为没有政治资本，为了在军中建立自己的势力，放任中共各级官员贪腐，从上至下疯狂揽财成风，放纵军队大肆经商，纵容军队腐败淫乱，以收买人心。江泽民被称为中共官员腐败的总教练。江泽民不仅背负着镇压6·4的罪责，更因破坏法轮功学员，让他背负着反人类罪行、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等多项罪名，在50多个刑事和民事诉讼案件中被起诉。卡塔尔世界杯正在进行中，有超过100万的游客涌入了这个沙漠之国。除了观看足球比赛，很多人还选择了骑着骆驼走沙丘的浪漫沙漠风情。在距离卡塔尔首都多哈不远处，有一片沙漠，最近成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游客聚集的热门景点，体验难得一遇的沙漠风情。他们骑着骆驼走过沙丘，看日出，看日落。在这里生活了15年的骆驼牧民贾贝尔表示，在世界杯前的工作日，平均每天都会有20次的骑行，骆驼们轻松就能完成工作。自从世界杯开赛以来，骆驼们的工作量剧增，基本上是早上500次骑行，晚上500次骑行。再强壮的骆驼也扛不住如此大的工作量，会忙里偷闲，躺下来休息休息。骆驼牧民贾贝尔表示，他每天和骆驼朝夕相伴，知道他们的需求。如果一坨骆驼骑行了30至40次，就需要让他们休息休息，喝点水，再迎接下一波的游客。